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0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台南市的消防局救护人员昨下晡伫北区的中英路执行紧急救护任务，因为甲救护车停伫路边，去挡到一台奥多拜。这个骑奥多拜的查甫人是真生气，情绪失控，摕落来把攻击救护员。事后因为伊一时冲动，互移送法办。19日到台南市消防局公园分队正伫咧长营路的巷仔底执行救护勤务。救护人员处理好势，准备要后送时阵，煞拄到这位骑奥多拜37岁姓郑的查甫人，自50公尺远就开始一直是喇叭，并且对救护人员大细声。你叫你老叫我来跪啊！啊，你个中掉的！救护人员赶紧回报给指挥中心，验过这个查甫人开始掠狂，我军救护人员手举起要拍人，四楼的救护人员看办事唔对，该压制伫涂骹，造成消防员骹、手、颔骨啊拢有刺伤。在压制的过程中，我有右手手肘以及右脚膝盖，还有脖子，还有左耳后都有一些擦挫伤的痕迹。另外一位消防员甲伊靠近了，这个四地桥倒摆查甫人才转去，尾仔看到伊佫回头转来，这回手内摕2支螺丝架，又佫要攻击。4楼的救护员袂甲伊高高低，退到台南后备指挥部大门口，经过通报，警察到场处理，将这个四地查甫人带上去派出所。本分局实践派出所接获报案，消防员遭到男子攻击，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将37岁郑姓男子带回派出所侦办，全案将依妨碍公务及伤害罪嫌就办。被攻击的4楼的救护员，事后告被验伤，并且提出妨碍公务加伤害告诉。消防局长李明芳决定告到底，绝对无容忍这种对救护人员的暴力。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伫咧台南，这是台南永康滨高道昨险险出意外，有一个外籍移工无保持安全距离，滨高道的竹篙要放落来时，车拄好掉伫铁基路顶悬，这下是进无步，退无路。加在有警察顺路经过，赶紧试紧急警告的开关，通知火车讲要放慢速度，才无发生意外。火车就要来，所有的车拢站伫外口。远景看到有一只小客车卡伫铁移动下骹，袂当进退。发表啦！警员赶紧甲落门，叫伊紧抹句，驾驶煞无动作。看到边仔就是铁基路，警员赶紧撞去饲铁基路边仔的紧急溜啊！本来要指挥他往后退，但是他因为右边卡住护栏，没办法后退。然后因为情况紧急，所以我按紧急钮，并跑到铁路平交道上方，以手电筒闪烁模式提醒火车行经平交道与前车应保持安全应变距离，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维护用路人安全。火车第一时间就动点，等小客车离开滨高道，则继续向前。警方讲，驾驶是外籍移工，咱像对路况无了解，嘛无保持安全距离，才会骑伫滨高道顶面，会用道路交通管理处啊条例处罚，伊可能会罚15000到9万。若车骑伫滨高道的状况，搁定定发生。9月初10，花莲稻香村的滨高道，有一只轿车伫大地批码通过的时阵，撞入黄色盲撞线去压着火车。加在异物侦测器有感应，列车事先检测无造成人员伤亡。8月底嘛，民众啉酒赛车，弄到401处的泰鲁国号，致使火车受损严重。警方提醒民众，经过滨高道的时阵，一定要停看听。若是拄到意外状况，一定要紧去饲滨高道边的紧急溜啊，提醒火车减速，避免发生更较大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同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转凉，各地气温会比昨昏减1-2度，日是暗时的温差嘛较大。咱同再来看温度，东北季风增强，各地落雨机会拢有了增加。台中以北宜兰会转做短暂阵雨的天气，也若花莲、台东有的所在嘛会落雨。其他所在今仔日是过到了后雷阵雨的天气。另外，沿海因为风影较大，嘉义以北外岛有9级至10级的强阵风。也若这个拜六礼拜天气拢感觉凉冷啊凉冷。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天气明显会转凉，其他所在是早暗会感觉较凉。
来关心桃园的张线拍算要对桃园的G07，也就是桃园车头接到新北市新增的捷运回龙站。交通部即马是带条件通过啊，本地要做轻铁的张线，未来会变做捷运。未来桃园车头到新北的回龙只要18分钟。若经费是爱加260亿。未来地方和中央是要安怎分配，这是行政院审议的重点。车路来来去去拢是人甲车条，桃园这几年人口成长真紧，达到231万人。交通部有条件通过桃园捷运张线可行性研究修正加综合规划报告，将轻轨升级做中运量捷运。建设总经费为195.5亿调整到456.49亿，增加260.97亿。若是明年通过行政院协定，安尼就希望在2032年通车路。有帮助，因为这边转车人很多。那到台北的话，就是转车很方便。新北、台北工作的人，就是其实因为住桃园比较方便，但季节其实它的站比较少，对，所以就有桃园的线应该蛮方便。桃捷张线规划，桃园这边为绿线G07站甲代替桃园站转接，连接到新北这边的北捷万代线。新路线回龙站全长差不多11.38公里，设7个车站，分别是5个地下站、2个高架站。未来为桃园坐捷运到新北回龙只要18分钟。相关的一个中央跟地方的财务的分配呢，那这就是下一阶段讨论的一个重点嘛。那我们会依照这个审查的一个结果呢，修正相关的内容，继续进行行政院的审议。政府表示，未来中央地方经费分担将是行政院审议的重点，希望中央负担244亿，地方负担212亿为目标。也强调张线有800条捷运系统整合效益，应串联大台北甲桃园地区生活圈。未来8捷、桃捷票证系统整合，800条之间应一票到底。另外，张线应分担代替桃园到新增地道路客。因何代替服务更加多中长途路客？记者综合报道。虽讲台积电即马已经确定要退出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也毋过因为共款要扩建，共款爱征收土地，自救会伫昨昏就过去抗议，因是去新竹科学园区头前表示不满，认为台积电就无要来啊，开发案就应该爱撤回。也毋过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是强调讲，袂因为一间厂商退出就停止推动，也毋过因会听民众的意见，调整范围。撤回扩建案。有被报道再度来到竹溪管理局抗议，反龙溪3期自救会呼吁讲，台积电已经无要来，开发案应该撤销。80外的老阿嬷，逐工烦恼甲流目屎，伊本来想讲台积电退出，危机就自然来解除。80几岁都没有房子，你要叫我去哪里？我请政府多多给我们照顾农民好不好？自救会讲，既然台积电唔来，就应该停止开发，无应该继续抢人民的土地，互别的企业用。这片土地是因的根，若要征收，哪像要错因的根？要整个拔掉我们的根，也等于是说要了我们的命。扩建案难道会比人命重要吗？有国才有家，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国在哪里？有老百姓才有国，你老百姓不顾，你顾财团。顾什么顾？竹溪管理局的代表出面来收陈情书，讲扩建案无因为台积电退出，就唔推动。不过民众的声音有听到，会做适当的调整。也若是为什么以前爱这块土地，而且无用市价买，爱透过征收？竹溪管理局讲，开发唔是为着单一厂商，是关系到国家的科技发展甲产业布局。在整个北台湾地区，其实它的条件非常好。不管在人才这方面，在整个产业链的聚集，厂商需要用水、用电这方面也都是蛮足够的，甚至整个交通这方面的便利。自救会直直抗议，科管局9月中宣布排除南侧的密集住地区顶。19日进一步说明，原规划将近160公顷，影响1126人，排除了变做119公顷，影响864人。不过继续咧调整，也未定案。目前是依法申办公听会，事业计划也未报销。因为台积电退出龙溪3，行政院讲未来不管台积电要选伫倒位，一定会全力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自2007年开始，咱台湾羽毛球球校戴资颖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国际比赛。昨昏伊伫单北羽毛球公开赛16强拍赢泰国的选手，伊拍入前8强，这嘛是伊伫职业羽毛球摕到的第500场胜利。来关心联合报，咱国人爱饲动物伴，嘛甲宠物看作是厝内亲人共款。所以，地属有一寡家庭暴力案件，宠物清在互加害人摕来做威胁，也是掠来拍。地属受害者烦恼动物伴爱安慰，无愿意对外找帮助。所以，即马立法院的社福委员会昨昏审议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草案的时，就立委认为应该把宠物考虑在内。卫福部嘛表示，今年宠物防威胁的家庭暴力案件大约是占700件，未来会研究看安怎把宠物纳入家庭暴力的保护对象。来关心中国时报，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罗森伯格表示，美国长期认定台湾甲美国关系，还有台海和平稳定是符合美国久长的利益，所以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嘛包括无支持台湾独立。伊嘛呼吁讲，两方爱赶紧对话。另外，各界嘛关心纳白合，郭文哲的竞选办公室是批评国民党伫遐卖纳也若予伊表示，因会继续和郭文哲定定沟通。另外，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是风声讲，伊2礼拜来已经甲郭文哲见过2回面啦，尾也敢是2个人合作，这嘛引起各界关心。侯友宜出席竞选奥运会造势，台顶团结，让国人被核死局无解决。尤其民众党拒绝国民党人选产生方式的中和方案，侯友宜强调会继续甲国民党沟通。我们会不断的继续沟通，把大家共同合作政党轮替做我们最重要的目标跟方向。国民党现在好像不是折中，好，现在好像是在讨价还价。球评是你们的，球员是你们的，球迷也是你们找来的，连场地都是你们举行的，你们在做球员兼裁判的感觉。民进党也强调是用2050精灵转型政策，包括启动第2摆能源转型，推动数位甲绿色顶级双重新转型，形塑精灵永续绿生活。政府做上强搁有力的靠山，无落后任何人的公正转型，也强调未来新技术，若会当解决核能安全甲核废料，政府袂排除核能。也毋过国民党最近一直提起，热情着捌上门拜访谈深澳电厂，也讲医疗啊只坐1/3，真必须互热情着主动回击。我不是李登辉前总统，现在是民主时代，柯文哲主席也不是蒋经国，好，他也不必以蒋经国自居。我未曾登门拜访过柯文哲市长。柯文哲从来没有以蒋经国自居啊，好，不是说板凳坐多少，难道你坐1/3就比较会治国吗？难道你坐板凳坐满就比较不会治国吗？恐怕这不是事情的重点了。另外，郭台铭73岁生日半暝啊，伫面册发文表示，有一种愈来愈确定的情绪伫内心发酵。尤其最近传出郭文哲2人2礼拜来至少见过2摆，互郭郭合亲像出现希望。那郭台铭副手搭配的赖培霞也伫面册发文，19号已经确定成功放弃美国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以巴冲突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地区，加沙的人民当在等待对埃及关口送入来的人道救援物资。也毋过即马，以色列伫19搁发动空袭，南部有一栋楼瓦厝轰炸，搁造成12个人死亡，80多人受伤。即马有风声，以色列嘛要出动地面部队进攻，也毋过时间点也无对外公布。加沙走廊南部甘尤尼斯市纳瑟边外口，突然间传出爆炸声音，无久救护车驶到位，一个受伤的查某囡仔行到皮皮喘，一台小卡车驶到边外口，拖载囡仔已经唔知影人，有一户家庭总共6个囡仔死亡。حقيرة إرهابية إسرائيلية وليس دولة إسلامية دولة إرهابية。以色列的轰炸是为了要保护哈马斯，要将2礼拜前伫以色列南部发动的毁灭性的攻击。甘尤尼斯市是巴勒斯坦人被要求避难的地区，将对囡仔不幸死亡。有几多10位受伤的人送到病院，不过病院的医疗资源无够，也无电，医生用手机的手电照，甲病人动手术。We received 12 dead body. They were killed after airstrike. Between the wounded patient, we left 2 of them to face death.
because we don't have ventilator for them.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则告自加沙甲黎巴嫩向以色列社会集团，以色列占领的西岸也出现紧张的局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对步兵讲话。埃及甲以色列即马一个伫咧就边的资源送入加沙的问题伫咧谈判。以色列讲哈马斯不对联合国的设施内面偷摕燃油，将保证袂阁再发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以色列19继续攻击加沙地区，当地病院的医生就表示，伫这段时间，着伤送来病院有4成拢是囡仔，也若因为当地医疗资源真欠缺，重伤的人敢若会当等死。即马埃及已经同意20台送物资的拖拉机，会当对关口驶入去加沙地区进行人道救援。医院咧接受查控治疗，以色列甲哈马斯继续交战，双方伤亡人数一直欠悬。英籍的巴勒斯坦的外区医生透露，最近这段期间，被送入病院的伤者有40%是囡仔。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继续空袭，无各界国家医生组织特别强调，因为加沙医疗系统特别崩盘，病院已经被砍伫哩，真侪重伤的患者恐惊可能等死。大批民众将病院当作是避难所，病院人实在统统，也打乱原本伫病院接受癌症治疗囡仔医疗计划。世卫组织 WHO 表示，群众组织伫病院情形愈来愈严重，因为饮水甲卫生条件歹，较会爆发疫病。更较严重是多连医疗机构也正做以军空袭的目标。There were around 134 attacks reported on healthcare facilities in Gaza, which led into around 15 deaths among healthcare providers. More than 70 ambulances being targeted and damaged. With tons of injuries among patients, among healthcare providers. These attacks on healthcare facilities led into, 4 hospital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Gaza to be non-functioning. Out of 22 hospital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Gaza. لقيت اولادنا متشردين ومش يعني لا نفر ولا اثنين كثيرين يعني ما شاء الله اولادنا واحفادنا اولادنا اولاد بناتنا ويعني العدد ما شاء الله كبير يعني بوصل ل 25 نفر تقريبا.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了后，19等于美国承诺美国会援助巴勒斯坦1亿美金，同时打电话给埃及总统塞西。埃及也已经同意给第一批20台载运3000吨救援物资的卡车为埃及甲加沙连接的拉法关卡进入。第一批物资可能要20才能通过。Not all of them will go. The first tranche, if there's a second tranche, see how it goes. But the point being that if Hamas confiscates it or doesn't let it get through or just confiscates it, then it's going to end. 和记者问到承受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讨论如何救出和哈马斯劫持的200多个人质，拜登是回应无可奉告。公司新闻深入批评译。其他消息来关心，日本福岛核电厂已经开始咧漏核废水排入去大海。中国已经随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这是对日本渔业造成真大影响。即马为了要确保日本的这些水产品敢有安全，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19就带南韩、中国和加拿大这些国家的专家去福岛当地渔港掠鱼仔的建本，也个海产去做调查，要甲这些建本炸转去英国内的实验室来看讲。这渔获敢有安全？渔船入港载真侪鱼转来，一碗花需要真侪科学家为伫边仔确认。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带领的团队，19到日本福岛的一个渔港，对渔民掠大鱼内面做采样。自8月24，福岛核电厂开始排放核污水了，中国就全面禁止日本的水产品进口。这回是头一遍采集鱼的样本。一个小组内面有包括来自中国、南韩加拿大的专家。We've had 2 scientists here from a Chinese lab this week, and they've seen every aspect of the sample collection so far. They will also accompany us to the laboratories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and see how the samples are prepared. IAEA 讲，这边采样是日本政府要求的，经6种定定伫咧附近水域活动的鱼。样本会送互10几个参加的实验室做辐射值的分析甲评估，
上面由 IAEA 统整各国的检验资料，公布整体检测报告，提升大家对日本所提供资料的信心。中国外交部讲，国际社会要求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我们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为此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承担起对日方严格监督的责任。日方也应当全面配合，严防核污染水排海带来不可挽回的危害。福岛核污水这个月初5进行第2轮的排放，15加16天采集的海水样本，氚的浓度达到1公升14加16贝克，是采样到即马浓度上悬的，不过是也未超过标准。企业人士希望借由密集的辐射检测，会当让国际社会较安心。公司新闻张伟林、吴其昌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英国首相苏纳克和沙特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见面，伊希望讲沙尔曼会当用伊的影响力来互中东的地区会当稳定。双方即马嘛有共识同意讲，爱赶紧拍开加沙走廊的通道，互人道救援物资赶紧送入去。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区，佮发动空袭，这是引起真侪国家不满示威。美国华府的国会山庄有500人去抗议，因是大声喊讲，互加沙挖落去，嘛讲要求爱解放巴勒斯坦，画出这个口号。警方用几点钟清场，尾也有甲300人抓去。继续关心美国公布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讲中国即马已经有超过500粒会当用伫作战的核子弹头。另外，佫有伫内至2030年的时，应该会增加超过到1000粒。这份报告内底嘛有讲到，中国的海军已经有超过370架军舰舰舰。因认为讲北京即马已经是全世界有规模上大的海军。在镜头，佮等下咱讲来，咱来关心行政院会伫昨昏有通过转型正义商法的修正案，包括国家机密保护法，也有政治档案条例，要甲永久保密的这个规定提掉，要甲改做保密，但是超过30年者，就爱去讨论这个保密的必要性。有特殊的情形就例外，也毋过上班满40天嘛爱解除保密。即马各界是关心讲，若是安尼，陈文生事件也有林家血案。敢会当有机会见光。蔡政府继续推动转型正义，行政院10月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甲政治档案条例修正，删除永久保密规定，改做保密超过30年，应该检讨保密必要，避免破烂保密，同时扩大解密政治档案，甲强化对受感抗避害人军事保障。各界关注的陈文生事件、林家血案等案件有希望改变。除了解密会造成涉陆地区的情报的人员，或是工作，或者是国际情报工作布局受到严重的危害之外，应该要持续每3年检讨之外呢，这些分离的元件自此要在40年解密。国发会指出，即马属于永久保密档案有4000多件，目前初步协调，应该有半数伫届满40年了后解密。草案搁整列修正通过了后，定期上班，明年2月28会当施行。若6个月内无检讨完，就看作解除机密。也指出，支持这项修法补足空棚，也毋过爱注意情报机关的主管机关，敢是要求延长保密。就是说，如果现在的情治机关还是继续认为说他们都是匪谍啊，那他们还是可以牵扯到跟中国大陆情报收集有关嘛？法归法，但是人怎么决定其实很难说。或者支持政治档案改密是寻求正常管道。另外，伫国家机密保护法内也增订涉及人员反逮通报义务甲法则，需要伫反逮了后7个工作日内来通报。违反反台通报的非机关现职人员，得处2万至10万的行政罚款。两部修正草案会函送立法院审议，国发会甲法务部拢希望会当继续修法通过，使国家机密保护制度更加完善，也会当实践转型正义。记者综合报道。不动东山处理委员会伫前一阵仔，因有去新竹高中举办研习活动，也毋过即马是有教育团体和国民党的立委质疑讲，因哪会使入去学校内底，这是违反行政中立。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学校是由老师会当开放自由参加，目的是要探讨讲要安怎推动转型正义和人权教育，并无政治介入校园的问题。
不要今天在这里为党产会主席给他制止一下好不好？议会一直质询提问，各部长潘文忠也继续回应，相关声音用来读做会。这是因为教育部进行则发函提醒各级学校爱注意行政中立，结果新竹高中进行甲东山会合办演习活动，互教团体质疑违反行政中立。背后的动机是可疑的。而且呢，他们也认为这个是政府带头违反了行政中立哦。推动人权教育，包含转型正义，确实对老师是一个新的经验，寻求更多适切合适的这些议题教材，这是他们教学上必要。不当党产之转型正义议题民众参与式活动的一个这个劳务采购案，这个得标厂商刚好就是木有之剧场工作室负责人呢，也是这次党产会您请到的这个老师啊。这个限制性招标，我想都是按照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新竹高中这一场一定是在这里面的。潘文忠指出，这工作坊是学校规划老师进行演习，老师应自由报名参加，用戏剧甲各种讨论思考如何和转型正义甲人权教育融入教学现场。单纯的教师研习，那你把它扣上一个政治进入校园的帽子，那任何的题材在使用上，如果外界因为不了解过度干涉，我反而认为这才是政治进入校园。角色的扮演、议题的分享、讨论、反思，这个其实是108课纲在社会领域教学很核心的专业素养。其实我也曾经受邀求。东山会主委林凤静用这个会议指出，这个30多年以来，继续用展览工作坊甲影片这方式推广转型正义。这摆甲学校合作，也是希望因鼓励老师将人权议题早日教学，无行政、无中立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中华永靖乡公所甲公墓租户供电业者要调正电，这是引起村民的不满。昨昏就有上百人，村民也银纸去抗议，因批评业者偷偷的施工。公所表示会赶紧召开协调会，有共识再互业者继续动工。怪手钓一支一支的红毛头条到这个地，看起来就亲像要起工厂，当机具也咧整地。原来这已经互供电业者看中，要建立供电系统，啊，不过这互当地村民真烦恼，会对周边农地甲生活造成影响。对阮做农的真艰苦呢。你若真袂巧，阮是要即堆啊！爱干做家家啊，阮这安尼要出入大目睭，就擦到青命啊啦！村民看到弯弯的红头条啊，心情是生气佮烦恼，安怎想袂到原本就是才要起工园，煞成做供电场所。中华永靖乡这块地原本是公墓，公所2020年刷走，发包予供电业者要种电。啊，不过村民质疑当地附近4个村影响层面大，业者也无照契约升起百姓公司。佫无办说明会，就向施工，完全是恶性作业。用一些药水，可是那些药水听说是很严重的很毒的药水，所以他们也担心他们的农作物受了伤害。就是不要让它种电，因为种电很多地方都已经有灾害出现。村民则被去公所也紧抓表达不满，向公所表示，这个工程是前任乡长规划，拍算伫公有的民众用地，起2.2公顷的太阳能供电场，每年做80万。当初的时候，这里是一块废地，是丧葬地，所以土地里面真的很多偷盗垃圾啦，就是很乱的脏乱点就对了。乡公所强调，目前并无答应业者应动工，已经要求马上停工。让业者也按照契约先完成百姓公司，搁伫个自备开说明会。啊，不过居民无要参，要求供电场退出，保障当地生活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也若伫台南县花叶莲潭里有一寡还未开发的空地啊，草是发芽。即马是当地地主是因为讲想要来除草，无在互指控讲无顾附近民众的健康，怎除草剂，这是引起当地人不满。市府是表示，除草剂敢若会当用伫农地，所以会甲即个地主处罚。工人咧铺药啊，看起来真正常，毋过详细看4个位啊，带真侪住户。民众影片的所在就伫咧台南生活的莲潭里遮，因为南科快速发展，人口一直增加，竟然嘛袂少。其中有部分也未开发的空地啊，草啊发甲真暗。在地民众反映有地主无顾虑住户健康，直接铺除草剂，气味当家，互住户挡袂牢，向里长定情。那个
味道很强烈、很刺鼻呀。这个也至少跟我们邻居讲一下，让我们有预防一下，看一下关窗户还是怎么样。政府可以多就是列条款，然后帮忙我们这边的居民。当地里长指出，这附近有100户徛家，东港环保局有9场会勘，不过9场时就无味啊，地势无度开发。里长怨叹讲，目前外县市有定除草剂管理的自治条例，台南到今也无明确规定放互地主安尼黑白布，支付回应。除草剂敢若会使使用伫咧农地，会根据农业管理法来开发。台南市在这一块除草剂的使用这一块，完全都没有做立法一个规范。我觉得这对台南市的一个发展非常的不利。违反者可以处罚1万5以上15万以下的罚锾。那本案黄伟哲市长已经责成了农业局积极查，依法开罚。虽然中央有农业管理法的规定，市府讲会去参环保局、农业局等单位严厉推测相关的自治条例。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即马若是要订饭店，买当透过网络。有民众即马就试验讲，若是用香港的 IP， 伫网络顶头查咱台湾饭店的介绍，竟然是会当上2成。啊，毋过若准讲改登啊，用咱台湾的 IP 去查饭店，颠倒较贵。有业者就表示，这是因为一寡订房间的网络平台会针对无共区域的民众来拍折。部分民众用户 VPN 装置电脑，连接到香港 IP， 查询台湾2间饭店的房价，发现分别是7000多到8000多。啊，毋过切断台湾 IP， 房价都加做9000多块到1万多块，差不多差2成。感叹为什么台湾 IP 订台湾饭店会较贵呢？敢是台湾人赚较济？有业者证实，有时阵饭店会对无共款目的地客源定出无共款的处价，是促销的手法之一。或许有一些饭店，它的客源可能是来自于欧美国家比较多，他也希望他的欧美国家来的客源会比较多一点。那是不是也给予欧美客人来的价位比较一些特别的优惠？有可能。饭店业者透露，因为订房网站就可能性较悬，所以订房平台有时阵会针对无共款目的地进行促销来冲关销售量。这时阵房价就可能出现价差。旅游部落客是分析，用无共款 IP 的时阵，厝价有这么大落差，也可能是汇率转换有错误。有可能是平台本身的汇率的转换上可能有一些误差，或者是呢，有时候平台会常做一些活动，像最近港澳地区，甚至是澳门地区，针对海外的旅客来澳门住宿，提供一些可能高达50% off 的这个折扣，这个就是澳门地区本地的没办法使用的折扣。不同的连结，像是推广导购的连结，甚至呢，你透过 APP 或者是网站下单，都有可能会产生价差。那更不用说你不同会员等级本身的优惠折扣。旅游部落客认为，订房网站业者为促销介绍拢是浮动的，除了限时折扣、地数无共款的时间、房价有无共，甚至使用无共款的看网页定式、网页加 App 拢会有价差。旅客若是有时间，引导方面来查询。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农作物会当保持温度、保持湿度，有当时会当减少发草，农民拢会砍塑胶布。啊，若这塑胶布是塑胶做的，所以就是真好回收，会造成真济农业废弃物。即马嘉义县的环保局有配合厂商，甲这的农民买地的塑胶布回收再利用，变做其他的塑胶原料，创造经济价值。甲农牧顶面的涂刷粉啊拔落来，卷起来了后，佮经过一寡操作。废弃农牧加做塑胶珠啊，会当摕来做花卡、糞扫地啊，也是一寡塑胶物件的原料。烧清气了哦，这个所谓的再生料就会做出来，安尼它增加它那个循环使用啊，伊寿命的才增加啊。本来是粪扫的物件，也变成一个可以再利用的一个物质。回收完之后，到再利用机构把它制成产品，那它的经济价值是远超过原来的价值的20倍。嘉义县一年废弃农牧的数量有550吨，占全国5%。为着要处理这项废弃物，嘉义县政府甲再利用业者合作，设置回收废农牧的集地场，来协助农民到处理废弃农牧。农膜的部分呢，是由公所这边可能会着收费用来送清洁，会造成我们农民有更多的成本。那如果能配合县府这个政策，降低农民的成本的话，我相信对农民是非常的有注意的。我扭起来切切的吼，莫有涂刷粉啊、卷卷的，啊地粪扫地啊，伊就会当在啊，伊就会当处理啊。
甲机关环保局表示，废农务的回收若是有稳定的数量甲经济价值，业者嘛会考虑向农民来买，让农业废弃物会当变现金，增加农民回收的意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茶山有真侪高山啊！顶一日就民众看到讲，这高山下海奈整整，惊讲是高山是破病还是受伤。有专家即马是表示讲，其实高山甲碰瓷同款，有当时会甲一寡假食食物藏伫颔棍啊，所以因的下海才碰碰。台湾高山八悬八落真溜俩，毋过顶前看伊的下海有两边碰起来，真侪民众毋知影迄是啥，阁有囡仔认为是毋是高山受伤。这颔棍啊，搁起来，这个拄伫这个下海遮啦，啊，迄钢的敢有啦，若无的就无啦。有时你有看到伊整整两丸吼，迄毋是伊整起来是互拍着，迄是叫做高龟。吼，伊咧放种子啊，放食物的所在，啊，伊咧哪行哪食，啊，甲这食物安尼为遮摘出来。啊，到伊喙内底咧食。原来这是高山仔高龟，因为就食物放伫高龟内底，等要食时阵，一定就食物接到伊的喙，就会当豆豆啊食。台湾高山仔共存推广协会秘书长林美健表示，因为高山仔是杂食性的动物，啥物拢食，所以伊的高龟内底有真侪物件，连伊的一边食一边放屎，伫伊的屎当中也佫有果实种子伫内底。高山仔嘛是生态当中重要的传播角色。狗吼，伊伫食物件拢赶紧抢食，啊，伊食了拢。先储存在这边。你哪行哪食的时阵，伊嘛哪放屎，啊放屎内底伊嘛有一寡经济伫内底，所以它其实是森林传播种族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高雄市山是台湾高山仔起地，台湾高山仔共存推广协会嘛提醒游客，若是拄着高山仔，就脚胛抱啊好，然后继续行，唔通看伊目睭瞥变冲突。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也来这几年，生态议题真受重视。高雄市的鸟会头一届甲山球场合作进行生态保育，经过一年的时间，目前发现讲保育的效果是真好哦。有发现78种鸟仔类，其中阁有3种是咱台湾的特有种。即马来遮讲求的民众嘛认同这款做法。一团片的草埔，阁有真侪树仔，有人摕着千里镜，当咧观察生态。这其实是高雄鸟禽高尔夫球场，即马已经成做一个生态友善球场。有球友表示，伊拍球的时阵，拢有听到鸟仔声，也有看到真侪鸟仔飞过。即阵有听声，而且天顶阁有咧飞，足侪啊！逐个月的鸟仔的调查，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阮就是改善遮的一寡迄个植栽的环境，比如讲，伊遮有一寡水池啊。较早拢空的，拢无水生植物，所以阮来种一寡浮叶植物。高雄市野鸟协会头一摆甲球场合作，伫高尔夫球场内底进行生态改善工作。鸟会先伫水池种植物，来建立食物链，来吸引鸟类。嘛设伫免轻鸡仔，甲用茶器的鸟树，会当互引起后一代。目前拢总发现有78种的鸟类，其中阁有3种台湾特有种，包括台湾地鸡、果实鸟仔、灰白仔，嘛拢出现伫园区，可见生态保育效果真好。来遮拍球，咱看到树啊，看到草啊，看到花，啊，足侪鸟啊，野生动物的鸟啊，足侪啊。澄清湖球场的鸟啊，足侪。规档目前安尼9个月调查起来，差不多发现差不多70-80种的鸟啊，伫这个所在。啊，其中内底有14种的保育类动物。特别是猛禽非常多。高雄市鸟会开摆一档的时间来进行场地巡视甲筹备，豆豆啊将环境保育，互鸟啊会当来遮生态。虽然球场鸟变多，不过并无影响球友拍球，因为鸟啊拢会觅伫树林内底，希望未来生态不景会当继续增加。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乡土作家洪胜虎的小说《散戏》，真侪高中生拢捌读过这个文章。这本小说是在写歌戏班伫社会变迁之下，渐渐稀微的状况。编花园即马就甲这个小说改编，甲歌戏结合现代元素，和传统结合创新，会当继续传承。你想做？哎，靠你！
戏播到一半，舞台就射平，布景为歌戏的后台变前台。这是歌戏团棉花园总团改编乡土作家洪胜富小说散戏的同名舞台剧。棉花园以传统歌戏结合现代剧场元素，呈现戏中戏的复古，讲歌戏的起落。50年代那时候咱社会开始转变啦，为这个农业社会开始慢慢变成这个工业的社会啊，人们的生活娱乐形式开始慢慢改变啊，所以讲歌戏慢慢无人要看，就是伊的精神就是讲。有啥物袂使改变？只有死的物件才袂使改变，会使活落来物件才会使变做传统。洪胜富的散戏描写歌戏班因为大环境改变，渐渐稀微求生存的状况。棉花园演员酸翠风讲，因也捌因为大众无看中，离开戏院，走向野台。但是这阵歌戏以多元的模样重新回来戏院，继续歌戏。很主席就是歌戏另一个黄金时代。是明华园是第一个把歌仔戏做改革。所以历经了3次的改革，才有现在的明华园的歌仔戏。永远保持2个观念，一个是传统，一个是创新。这个创新不是因为我们不会 good， 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天生的叛逆，而是我们不创新活不下去。欢迎大家来国家戏剧院来看戏。酸翠风讲，歌戏通代代流传，传统甲创新永远爱同齐行，而且爱随时看社会的思维做改变。观众通看到歌戏多元精彩的模样，歌戏就会使继续伫济济娱乐选择的时代永久流传。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那今年的武汉雅典探讨多元的身心障碍议题，包括自闭症、视觉失调症者拢有。即马已经开放，予民众会当免费去登记电影票，希望乡亲会当透过电影了解社会中身心障碍者因的生活。点到点光，第5届武汉雅典第19正式开幕。为着要促进身心障碍人士的就业平权，台北市劳动局和中建处举办雅典，要透过播出电影，邀请社会大众企业做伙来认捌身心障碍者的生活。因为这些电影里面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剧情跟故事，也都是真人真事改编。那让我们真的觉得，在这个社会当中，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些事情。在鼓励，在关心，在认识，在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妈妈讲，我无适应地球的生活。今年雅典的开幕片是公司台语台拍《阿波罗男孩》，讲的是一个自闭症家庭的故事。有自闭症的是阿兄，主要照顾者是妈妈。对陈武所演的小妹的角度来看亲子关系的冲突。陈武讲，较早敢若感觉身心障碍家庭真辛苦，演这出电影了后，才真正体会到，其实因和一般人同款，会面对坎坷路、亲情、友情等等的问题。希望社会加一寡关怀理解，帮助因自立。另外，这出电影主要用台语演出，伊讲为着要顺利演出是真正系真侪苦工。台语来诠释这个本来是国语的剧本，更有魅力。阿波罗男孩，那也是出自公共电视台语台自制的一个作品。那也透过演员精彩的演出，好跟深刻的剧情，那表达了就是身心障碍。在面对社会跟家庭的一个样貌跟问题。今年的武汉雅典播出电影，这是真人真事改编的作品。指导单位劳动局讲，希望透过这个免费的雅典，会当让社会大众用爱和同理的心，给予身心障碍者工作机会，来帮助因自立，促进就业平权。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同齐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是27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有30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28度。外岛20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